我想做老闆啊！我想開一間 selection shop 店，賣晒我買翻嚟嘅嘢，然之後賣出去，因為我好中意 shopping 噶。我應該會選擇成為一個糕餅師，因為我中意整甜品。我整甜品嘅過程咧好療愈啦，而我身邊嘅朋友咧，佢哋食到我整嘅甜品之後，面上面嘅笑容咧，都係我好想見到嘅嘢。所以我希望自己有一間甜品鋪，可以整甜品俾大家食。現在開始嘅話，我會做翻房屋署嘅房屋主任啦。咁因為我本身都係房屋政策出身嘅，咁就想延續翻對房屋政策嘅熱愛。如果唔做工程，我會做一個話劇嘅演員或者係編劇，因為唔同嘅角色可以令我去試下唔同嘅人生。因為如果講普通嘅演員咧，就會有啲怕頭啊。如果唔做建築師，可能都會係做 graphic design、product design 或者影相，有可能都係 modeling， 因為我都係中意比較 creative 嘅工作多啲。我會想做 YouTuber，想透過科技同人接觸。